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4，旧历的正月2日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是拍火兄弟上危险的任务。高雄市消防局凤翔分队的消防车，昨暝10点出勤，离开分队大约400公尺，就伫路口甲一台大货车相撞。消防车顶5个消防员，一个死，4个受伤。大货车的司机讲，因为头前有桥墩炸条咧。伊嘛无听到这个消防车咧弹的声，等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了。司机是互验出有酒精的反应，互用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。前面有一台消防水箱车要经过路口，这时前面有一台大货车直行通过，两台车发生相撞，落下非常大力，伫现场看到民众拢惊到。119消防水箱车出勤，却发生车祸，需要动炮救援。特殊队嘛出动协助救人。另外边这大货车现场的驾驶当场酒测有酒精的反应。6月13暗时10点，高雄消防局凤翔分队消防水箱车出勤，尚未到这离开分队大约400公尺，就伫红顶甲过边路口，甲大货车发生相撞，车顶的防线小队长重伤死亡，其他4名队员嘛受到轻重伤。事后大货车司机讲，迄时伊无看到水箱车。他那个时候他是说有那个桥墩挡住，说我没有看到那个消防车，还没有到停止线的时候，突然转黄灯，他为了抢快抢过。警方表示，消防车有优先路权，肇事男子经过路口，疑似抢进车祸，不过调查责任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厘清。只是这件事故造成消防队员1个死，4个伤，后人是真遗憾。